走啦，你莫走。你莫甲我做动啦！莫走莫甲啦！我管啦！好啦，你若阁讲袂听哦，要走走你走啦。啊，算啦，唔通安尼，唔通安尼啦！你听我讲，唔通走，莫受惊哦。你啊，得来身体无，你不倒来囡仔嘛无，你知无？啊，一来我才甲假死，我才甲假死吼。啊不，我来走，无看好了了。啊，算啦，你这身躯有身体的，你走我袂烦恼。但是我假死，死了你死了，你太不敢，你白叫我跳你！好啦，拢我的唔对，你免走，我来走。邵老板，歹势啦，啊，火车吼，我暂时袂当去牵啦。哦，毋是哦，毋是无爱呢，搁我一段时间吼，我一定会去牵转来啦。啊，你通袂互别人呢？拜托咧吼，嘿嘿，暂时留我起来啦。好好好好好，多谢，啊，拜托吼。欠你买车的钱哦，即马啥物拢无啊啦！我早就同你讲过啊，迄来钱啊根本就是一个废人啦，啊你根本就免参与啦，啊你咧，啊就偏偏要叫伊来啦，啊即马看，这就是叫做饲鸟鼠咧夹布袋啦，自找麻烦啦。来钱是阮大家的囝，有点小弟啦。啊，我是因阿嫂，伊甲我讲伊后路要来遮做，我敢袂当讲你敢若想讲哦，你是来情还是嫂？啊，你敢毋是讲哦，你嘛是宽仁的妈妈？人宽仁哦，是安尼，我尔毋茫讲哦，因老爸火车会使较早牵转来啊，啊，即马拢买袂起啊啦！你知影安尼哦，宽仁是我尔失望咧啦。阿姐，你啉这一杯。今日休困啊，我走生理啦。安尼就什什么啊？哎，人客，三啊，啊你是咧安怎啦？我无迄个心情哦，结笑面做生理啊！我要去啉酒加油球啊啦！阿三啊，你。陈太太，你的这篇检查报告拢印出来啊？敢有啥物问题是？你的肝有问题，上好是马上办理带因手术才会杀人。我的肝有啥物问题？你有肝癌。我会老实甲你讲，你这已经是第三期啊，上济是剩一冬也是半年的性命里面。是你无讲吧？妈妈，你哪一直甲我看？无啦，妈我看到你吼，一天比一天较大汉，妈妈就足欢喜啊。你毋是讲你伫欢喜，哪会伫哭？无啦，无。妈妈，你毋是讲最近就会使甲车买回来啊？你是毋是后悔无想要买啊？妈妈袂后悔啦，妈妈一定想办法吼，将车买倒转来。吼，妈妈，爸爸的车要等以后，你要带我去溪边哦。爸爸甲我讲，伊要带我去露营烤肉的。不过爸爸今晚无伫啊，你要带我去啊？关真乖，你放心，妈妈将车买倒来吼，一定带你溪仔边露营烤肉，好不好？
乖，讲个赶紧休息咧，吼，啊，赶紧去困，无明仔载吼上学袂赴哦。快点困，快点困哦。妈妈，嗯，你唱歌给我听好不好？好啊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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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从爸爸离开你了后，妈妈就下定决心，要互你更较侪爱，来弥补你无爸爸的遗憾。妈妈嘛真希望有一天，会当抱着你的囡仔，抱着妈妈的孙仔，该换药厝啊，该饲牛奶。你敢知影？这是人世间上大的幸福，嘛是妈妈一直期待的美梦。啊，不过今日医生甲妈妈讲，妈妈伫人世间的日子已经无济啊。敢知影妈妈有偌艰苦？妈妈真怨叹讲，妈妈所期待的美梦，一困难就变到无时间去实现。宽姐，你一定要原谅妈妈。你甲我讲，我到底是倒位做唔对？自从你离开了后，我一直真拍拼，一时一刻我拢唔敢休困，规心要做一个好妈妈、好媳妇。这你应该拢有看到吼。不过天公伯啊，无可怜我，无同情我，无帮助我，天倒互我得到绝症。这是为什么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宽静。无我，以后日子是要怎过？敢讲？我就安尼等死死。
我袂当安尼就倒落去。为着款人，为了有着未完成的心愿，我会勇敢，我会坚强，我袂当放弃。对，我无存偌济时间啊，我会将车票倒转来，将货运行重新搁开起来。对啦，跟你来吼。什么啊？西瓜盘一个啦，快紧嘞。头家娘啊，咱切一盘西瓜哦，才赚4块半尔。咱若是要赚40万转来哦，咱要切8888888盘西瓜啦。哎呦喂啊！我想讲，我要切8888888盘西瓜哦，真正骹手软啦，风火倒啦。莫生气啊！啊，咱较过来做咧吼，早晚会趁倒转来啦。早晚哦，讲的较简单哦，做的较困难啦。好啦好啦，啊无我来切吼，我来切啦。啥物啊？迄粪扫车来啊！迄粪扫收收出去倒啦，快点。等客啊！啥物啊？你较紧嘞，你等弟弟啊，对啊，安尼怎？快紧嘞啦！哦。粪扫，我都来收收的，啊，逐个吞咧粪扫地啊，啊，然后我就，先怎啦？头家娘啊，迄天我收粪扫的时，我逐一个放咧遮啦，啊，我就顺手哦，逐个报纸人咧等咧粪扫地啊，啊，然后摕去等啊。你把钱包包咧，放咧地啊，啊，摕出去边？敢若是呢？敢真诶？对啦。你若带我来遮啦？我昨就看到迄工人啊，就报纸捡摇出来啦，所以钱可能伫遮啦。哦。哎，什么啊？啊，你漏水有无啦？无啦。来者，来者，好啦，三嘛，我一下拍，互你拍去，啊妈妈妈嘅，你是要安怎啦？阿三啊，阮内情啊虽然有毋对，但是你讲就好，莫甲伊拍啦。来者，我落应该讲，迄40万毋是我摕，你是要安怎啦？就三嘛，哎呦，是安怎你不管你啦？我是无要安怎啦，我是来会室的啦。会室的，迄都是安怎？钱吹掉啦！钱吹掉啦！钱吹着啊！你谁人吹着啦？啊，就阿三丢在钱吼，等下粪扫人，啊，有粪扫车载去，我去粪扫场遐吼，找一下晡才找着呢。哎呦，都是你家己去做的啦！迄鸡蛋不做汤，怎有粪扫车载去？吼，你吼，安尼无聊哪钱啊？害阮大家拢误会阿一个，你知无？歹势啦，即件代志哦，我较毋对啦。啊，毋过你嘛知影嘛吼，巧人嘛有出错的时阵嘛。来，你害我母啊拍，红某嘛，阮某搁差点仔离家出走呢。我互你害到遐么弄鸡散体呢？哦，是句歹势，就想要转倒线。无你要安怎你讲嘛？要安怎？小姐，来啦，你莫来拍啊吼！伊甲我拍到安尼，搁害我母啊拍到乌青淫秽，啊我甲拍呢，敢有结婚？敢有过婚？有
过阮啦。那你我都无客气啊，哦。你尽量来免客气啊。小姐啊，这件代志吼，阿嫂嘛有唔对啦，啊，我甲你回信咧，你要怪吼怪我，啊，莫拍阿三啊啦，吼。啊，这件代志哪会使怪你咧啦？伊本身哦就是歹底路啊，这就敢若警察办案同款哦，出代志哦就心里迄真古绿绿啦，有案底啦，所以咱怀疑哦无唔对啦。三啊，你搁讲无唔对？啊好啊，我今仔日若无甲你拍，真是袂用的呢。小姐，你啦吼，嫂啊，这件代志哦我看唔对啦，你莫动啦。查甫囝哦向木两棍也无要紧啦，你看拢袂听啦，来吧。好，安尼我就无客气啊。三啊！我都还袂拍咧，你是哪啦？啊，我还袂拍，啊，无你顶来啦。哎呀，煞去啊啦！我嘛无想要怪恁啦，谁叫我较早遐尔啊费累，无怪恁会怀疑我。啊，毋过我还想决心要改好啊，要做好囝，后摆请恁来相信我啦。会啦会啦会啦，阿吉啊，啊我一定相信你，相信你，吼。歹势啦。好啦，啊，第一个接店的时阵吼，虽然互你认得甲真彻底啦，啊，毋过你也拢无看无，功夫也拢教我啦。这件代志，大时阵拄煞，啊，这边我袂甲你计较。哎，这不错。哎呦，好漂亮啊！这领衫哪会遮红啊？遮尔啊细领啦。迄是你伤大颗啦，毋是我的衫细领。哎，阿三啊，你会减肥啊啦？无法度啦，我就最爱食的呢。好，尤其是今仔日的菜哦，特别好食啦。来真啊！哦，你真正有够好气的啦，这种会晓煮食的水某啦。好听佫袂跳针哦。哎，我敬恁翁仔某，我祝恁新婚快乐啦，早生贵子啦哈！来来来，早生贵子是有啦，啊若新婚快乐就免啦。阮恁结婚遐久啊？歹势啦，恁拄啊结婚的时候，我就对恁较感冒啦，所以酒无敬啊，红包嘛无送啦。无要紧，我明仔载哦包大包红包来报恁啦哈！多谢啦。你若欢喜就好。红包免啦，以后吼，拜托你莫搁冤枉阮代志就好。袂啦袂啦袂啦。小姐啊，啊吼，昨晚吼较天累啦，我有较重，歹势啦。啊，明仔载吼，你回来过这店上班好无？我是咧想讲，靠山山会放啦，靠水水会干。我看吼，我也是靠我家己较稳啦。哪会安尼啦？我无想过要阮嫂也麻烦啊啦，我嘛无想要搁挖苦伊啊。袂啦，你哪会互我麻烦？拢是家己赚的钱啊，啊一点仔都来袂麻烦啦。啊，讲较明一点啊，就是我想要开分店啦。啊！你是要开分店？我还未出师，就是要开店哦。对啊，做生意哦，就敢若学师啊同款啦，袂晓行，就是要飞哦，确实是呢。吼，阿三啊，你哪会讲甲歹听啦？歹势啦。小姐啊，你要开分店吼，我是真支持你啦。啊，毋过迄店的大细汉代志吼，你要学较真熟，啊，人民嘛爱真看，安尼开店吼，较妥当啦。对啦对啦，我看你吼，还是搁倒去店的大细汉学拢会晓，学出师了后，阿母一定支持你。母啊，袂赴啊啦，查某囝要做代志，拢较杀你的啦，拢爱趁小啊。我有心要拍拼，恁拢爱专心全力，甲我斗支持才对啊。哪会一定拢咧甲我泼冷水啦？毋是咧甲你泼冷水啦，是叫你莫着急啦，才紧咱破碗呢。我不管啦，母啊，你意向就通听我，大家拢有求必应。啊，我即摆就看你啦。看我，看啥？我讲这款话，我就是妈祖婆，我咧看我。母啊，你这会啉醋，搁这疼囝，
阿哥每届拢去救人，这就感觉说无共款啊。母啊，我敬你啦。母啊，我嘛敬你啦，祝你身体健康，食饱哩。哎哟，讲到这两个哦，迄嘴安尼哦，甜蜜蜜啦，哦，你想要抱怨？母啊，哎呀，真是啊。你是讲有一个代志甲你参详者吼，咱呢搁遮大，做都袂歹啊吼。我是讲规矩哦，互阿进来去做啊，是怎款？春天百花满满是，蝴蝶飞来收花期。青春男女好情意，双人长美甜。妹妹我是真正意，不敢讲出嘴。春天樱花正当时，双人来到阳明山边。